牵伊的手，听伊的曲谱，慢慢行人生的路，用后背的辛苦，换头前的幸福，爱甘愿无止行的做甜蜜的梦。思念的风吹过来，该等于痛声，了心酸的爱。夜光啊，将你走去的路，阮的风给伊看清楚，看思念的水落下来，留爱你的苦，空到心肝肚，爱袂等你脚下本人祝福，将搁牵爱的手，爱感谢天父。你要吓死你啦！哪有做嘛该？韩国冇，条条唔知都给做嘛该。哦，原来想的是3个月。哦，安香。好吃。準備好呢？唔係啦，你日本語。有買東西呢3個月啦，清好色咯。你慢慢吃，應該先上班，等下下班哦，再做人拿下唄。3個月，拿來俾食。蔡瑞美，给我站住！你干嘛打我？你很奇怪，你不要打了，不要打了，算我输。哎呦，求饶了哈，快点，你知道该怎么做，快点。啊，在这里啊，不然嘞，快点啊，不然我很痛哎，快点！哎呦，公主，抱歉冒犯了，奴婢平身。嘿，看你装的跟真的一样哎，公主病越来越严重啊！哎，说好了，谁惹谁生气，谁就当奴婢。好啦，哎，对了。佳慈，你们家那个水晶饺啊，真的很好吃哎！下次啊，你妈如果有做的话，记得找奴婢几个来吃吃哈。你吃过我们家水晶饺？你有没有来我们家吃饭？你怎么知道？哦，是因为早上那个秀玉姐有送来给我舅舅，我是沾我舅舅的光。秀玉姐，她也没来我们家吃饭啊？哦，我知道了啦。那是我们家大老鼠，专门偷东西给别人吃，可是每次都做白工。啊，你家有大老鼠哦？不是啦，是啊，哎，上课来不及了，这是演王的课，快点，不能迟到。
怎么？开发新菜啊？阿梅啊，怎么？那有个事情想要让你参详一下。嘛事情？我是想讲，那个紫苏鸭柳迄个你还有中医师嘅法哦。迄面做在冰岛吹短地度做主厨推荐。当好啊！新创业菜对当到后生人的然后咪睇下咪中意，怎么？那个意思係講，要用紫蘇鴨柳讓米飯風肉煨下來。煨下來，你喺做菜呢？怎麼就風煨下來咯？不得嘛事情咯，米飯你個風肉有愛到呢？冇味道嘛嘅啦，我就會想要讓米飯風肉煨下來。你都係談好嘅，你係愛做主嘅事情咯。只要愛菜錢嘅啦，馬上就準備翻嚟風肉，唔對嘛？到底要到乜嘅時間？阿妹生做得唔記得冇父親嘅阿爸呢？掉回來很少哦，都在爸給你那樣用，從死你用誒。哎呦，唔會排泄哦。啊，走嘞，送俾你家嘅關係乜嘅東西呢？係愛對你嘅感情。洗槍嚟啦！哦，什麼魚啊？錯啦，嘅3個鹽好食冇？好啊。好食煮好，好食煮好啊！啊，嘅條雞肉啊，係要幾叫啊？我一段時間啊。哦，好，我馬上約佢哦。快些哦，我成日嚟無閒。嘅冇關係啦，你生意無閒。阿妹我袂準。我想，以後冇再送東西落去啦。第二有種小地方，花都俾人傳來傳去，我唔想有乜冇必要會發生啦。嘅。聽沒有？你還困啊？要不要搞本牙老家吃就好了呀？係哦，今邊個菜單啦，天公一個愛個狀況，我哋點點麼搞本一樣啥？我想
人家底哦，弥漫两位个命哦，结果要过体啦。阿妹，俺黑呀个意思啊？小英啊，给我钱。哦，以前我们老算钱就好了哈。你好，你别做就喊要不要？做得啦。做得。哦，说上来哈，是吗？安子生。乖，阿妹永远爱用到太极功吧？用我俩下张转啦，而且唔知根本伊都冇行。好啦，我三副温和出来啦。唔係啦，唔用的啦。我上海每人講嘅3個月輕日送俾馬兒師咧啊。哦，本藝團到嚟哈。好啦，我老你講啊，你哦冇做浪費時間嘅事情啦。嘅小苗子哦，佢冇事到啦。嘅水米嘅阿 Q 哦，有事到啦。哎，你山东奇怪呢，讲我起卡住好啦，讲变喊事哦，三宝太喊了哦。哎，都奇怪，阿冇做嘛噶，好心冇好報，唔老唔講誒。是啊，姐，菜料買回來啦。哦，來嚟嚟嚟。你好。你好。奇怪，明明不是有带出门的吗？今天是怎样？什么事情都要跟我作对就是了。欢迎回家。你来干嘛？在公司你不理我，那我只好今天送上门喽。想不到你这么拼命，回到家也不忘工作。看了，我来帮你加薪喽。钥匙拿来。佳怡，别这样，我说钥匙拿来。不要。好，没关系，我去换把锁。佳怡，佳怡，佳怡。对不起，我不应该无理取闹的。你没有错，你不要怪你自己，所有的错都在我。
定是迄样眼梦嘞，还可以见穿堂。风玉讲到弥漫了的风玉，太子家讲当我说，可惜伊家唔得听来答的。太子啊，嘛个啦？你迄唔迄阿妹有嘛个事情啊？无啊。冇，你弟嘛，其实啊，你阿妹哦正经动枪诶，强样啊对客家菜哦有清太热情，强样啊做人哦就懂自觉，一只面哦欢喜就欢喜。比熊就比熊，根本唔会骗人。唔错，我老阿妹哦有一点切腿冇强样嘅。阿妹一直想要带到过去跟你咧，我做爱呢太甜咧，我只想要向前行。不过，太子，你正经唔是看过？阿妹老年爱用公法呢，你一天讲到嘛个事情哈？张伟呀没有反太强，你还没有讲到阿爸给嘛个事情？是你啦！我家仔我要散开来，冇嘅台就多睇咧，你会从头开始。第一代就好啦，冇到亚比啦，刚熟。好。根本伊正经都奇怪，因为啊，大家是输唔出腰的。看来泡一茶哈，还有同样安好生活哈。好。因为清香啊，哎，那竟然没穷样呢，茶面暗香，也暗干嘛哈？有什么？啊，这样冬菇哦，实在清用心呢。要茶颜不中都暗样啊，讲好命嘞，没有抢暗样，抢样诶，抢还那好命哦，你看呐。两牙太毛嘢吼，完全是纯纯嘅好树意啊！跟阿廠古老家怎么当日做一天树啊？也跟慢慢嚟，好似有人呢，还得小麥雞喏。我主要用張蛇嘅，唔敢住家就前幾日同我講嘛係，佢講用嘅鳳肉啊拿鐵，喺鳳肉喺我20人嘅做菜呢，我講唔是幾多年咯，同我米慢了命就過鐵啦咯。唔會啦，冇想啦。當初哦，如果攞傳統嘅命按到米慢了，除咗希望阿良哦，做得湯多了，少少不轉來。如果唔看啊，按多年嘅呢，都冇轉來啦，冇菜嘅按到阿良啦，即係都冇天良啦，唔免嗌講佢啦，食菜。唉，太細啦，我講來講去，講解去咧。冇見啊，同樣冇關係啊，本來就一樣啊，好冇？慢，我啲攞阿良嘅感情啦。不過嗬，嗰條生意係冇中央啊，佢哋係按時夾爸是做睇咧，咁咪難怪嗬，佢哋對夾爸嗬冇感情，尤其係家詞，讓講出來啊，人夾爸生到樣，其實唔是看過哦，讓看到相片認真啊，人家睇冇嘢嗬，應該對夾爸較有印象啦。不過哦。我呀，唔過咩有可能係人會一樣嘅，人家睇冇一樣嗬，按腦夾爸啦，你還記得冇？
阿玲迄做伙是迄，我当做个蜂蛹了。假如哦，有可能迄原本按样按脑蜂蛹，上到蜂蛹拿铁。你东姑转了。东姑啊，伢是来了。满意。东姑啊，當然冇可能㗎。按照節目行咯，這位啊。係啊，等一下，我過去嗌朋友結片，佢都買部新的配茶機啊，請我攞去看看啊，看做啲計算傳統配茶有啥出場咩問題。按當我啊，做嘛？有限啊，迄阿姨嗰度坐坐啊，阿姨炒幾張菜搶啊。排水呐？那排水，從細講到大，講我排水都係客氣。好啦，冇閒做啦，啊，好嘛？繼續呢個。好。人家東姑啊，我越來越同阿福哥親像啊。哎呦，佢兩字啊哦，根本這腔才真係演出來，有咩冇腔呢？这份企划书写得很好，很有创意，想不到你对客家文化这么了解。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啊，我是苗栗客家人，当然对客家文化很了解。难怪啊，这么小气。哎，注意你说话的用词哦，最讨厌你们这种人了。每次一听到我们是客家人啊，就替我们贴上标签，小不小气这种事情是关个性，好不好？跟我们客家人什么关系啊？好，对不起，我说错话，我跟你道歉。我的佳音呢，她美丽又大方，但是啊，她对有一些事情啊特别小气，那就是对我。你，臭美。没关系，你可以尽量小气，你越小气啊，表示你越爱我啊。别闹了啦，时间紧迫，还有一大堆细节部分要确定哎。啊，对了，这次活动餐饮的部分，你决定找哪家餐厅啊？这次的活动在苗栗办，你比我熟悉，给个建议吧。建议，美满楼怎么样？我家开的，我可不想同事说闲话。美满楼是正统的客家餐厅，又这么有名，绝对有资格啊承接这一次的活动。同事们如果想说闲话的话呢，可以叫他们来找我说啊。可是，别可是了，这次计划案呢就交给你来主导。2天之后我要听详细的报告，应该没问题吧？你确定？好吧。好，那对啦。等你转来嘅時間你再個討論菜單，你放心，冇問題。你3年都退白了，要較注意一點位啊，要顧身體啦。好，阿弟，好，你都冇喊。好。大家好，你都會好埋啊哈，變鬼變怪。给你有9成半呢，你看长泡和给炒，哇！好啦，来去拿哈。等一下，你都给做买啦？你在收集什么啊你？弥漫蜂蜜的香味啊！这很无聊一点都不无聊。我查过了，现在网拍最红的是王健林站在投手丘上面的泥土，还有 F1 赛车场上的空气。等美满楼啊出名了之后啊，我就赚翻喽！你慢慢等啊你。我对你们家的风肉很有信心哎。好啦，我去拿9成半。好。你大姐看起来好像不太高兴哎。有吗？你有没有看错？没有啊。你确定？我看一下。我又没拖汤。好了，走，先去洗手。
打电话来，大专养家呀！你明明就听，你大专养家，伢爸伢妹还没还女哟，家叫就停机，家叫就停叫，家最冇，仲嘢拍超超嘅樣啊！你咩呢個人啊？你腳冇嘅人啊？伢爸咪講過，我天天問佢好好講嘢啦，蛇冇嘅，要馬菜子命。你莫安樣好冇？阿姐，你莫講大嗌，你莫大嗌。阿姐，我啲人唔錯，我發誓，我聽唔得，聽下再好冇？阿姐，聽下再依啦。我冇法度講相信你咧，因為擺大家之後，就人喺費事你，講伊袂解，你照實來，就唔記得咧。阿姐。我請你不用講我好冇？我真是冇法度，我冇法度講騙人講喺你傷害我是咁懵嘅。阿姐，我拜託，嗰幫係一個機會，我點會解啊？聽下再好冇？你真係唔聽下再啊？你死冇？真係我發現啊！這邊呢？什麼我拍攝送來的呢？也應該滿意，唔是那個客氣呢。做乜嘅？滿意。大不死！你做乜嘅？你有穿那麼大衣了？你跟我大不了乜意思啊？乜嘅意思？我冇聽。你做嘛子？哈？別樣。哪事情來講？大不了就做唔得。當然啦。要是你挨咗講，你個大人喺警察度同講。起床了呀？好。哦，我最恨那种会打女人的男人了，真的不是人呢。要是被我逮到的话，哈，我一定要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你要怎么做啊？打他吗？你打得过人家哦？你没有看到上次来我们店里面哦，把我们店弄得怎么样？整间店都快翻过来，你知不知道？啊！嘎子。阿珍啊，跟你就冇打算了。哎，你千万不可以再回去那种会打人的男人身边哦。哎，阿珍姐啊，你还要对这个人应该冇感情吧？嘎子。阿珍啊，还可能带落来好嘞。嘿啦嘿啦，你之前带他来哦，整个上爱用哎，给离婚的时候，也如去嘎子。也有冇讲唔错，有报告讲哦。会打你的生来哦，一天唔会改变的啊！做朋友的人哦，一直原谅佢，记住会越打越厉害。我看哦，会把佢打死哦。你还讲啊讲法出的哦，你自家讲法就懂出，就安排给你，唔记得要看情形这样讲法。阿珍姐，你哦就安心的住下来，美满姨他们全家都是热心的好人哦。哎呦，算你有眼光，知道我们家都是好人哈。好嘞，莫吵啦。阿珍，我讲你带落来好嘞啦。希望你的。真好咧！如果唔好就溜咧。來，啉下涼誒。啊，安子姐。應該係你嗌間講安子姐樣臭啊，按麻煩就是唔好意思哦。唔可以講啊。每到嗌弄很多嘅時間，連生理也好，冇法度出去做啊。
俺真说啦吼，唔对，因为感谢你哦。俺是来送牙时，顺沙讲下听啊。我想到诶，俺吼自从一路摆走，一天动辛苦，感觉安尼好诶。以后啊吼，我去经过夜尾啊吼，就请两恁来了，找找人去啉下凉诶，休息下嘛好啊。阿姨唔好啦。唔歹啦，我同佢客氣诶，唔肯你按到開。唔是啊，我一家來都好咧啦。唔歹啦，講唔是我一家來都好咧啦。就冇同佢客氣啊，來。我一家來啦，我一家來。來啦。哎呀，唔是啦，唔是啦。歹啦，來。我一家來，我一家來。我是來送牙時，順沙爭下水果啦。小妞，今日食粥你啊？唔使急啊，再嚟下聽嘛。有咩事情要嚟講啦？小妞，我咧成裝好你啦。偷得嚟又做咩咯？我來剪頭那麼啦。剪頭那麼？你前幾年來也未剪得到誒，今日還再剪哦。再剪啦吼，就變平頭的啦。哦，冇洗頭好啦，天時安年洗頭啊，洗頭。咁冇計錯啦。哦。来，對，空油，慢慢上。先幫揸來哈。歡迎，入手哈。有都會加裝啊。而家嗰輪你買到未啊？來，然後可以點咧，稍等咧，可以進攻。四阿姐，好嘅哈，好嘅，唔該。阿媽姐，客家炒肉啦，喂。你睇講家財興下行得到啦，我想吼，落去摸看到你一天同佢摸慳，還是時間做起來咧。真嘅，來，我試睇看。好食咯，還叫我送出去，你拿不點哈？好。我想到阿珍還未炒菜呢，
要么找个搞不安用老公。啊，人生啊，就要安用。你声音真好呢。几岁？我阿爸要接来哦。唱以後冇再嚟好冇？唱以後冇再送東西來本來食，媽冇再請買個夾克，你洗頭冇也剪頭冇，我唔好人哋啦。娘心意愛啲，都係真係個擺設，我實在冇法度接受人嘅感情。迄唔係因為我師傅。今年攏啲嘅，我就是這樣講，以後請冇再弄人家時間、人家感情、人家生活嘅。태호가 나 이거 엄마 주고 그냥 대호해 야 서平啊啉酒啉酒邊啊我上唔到好冇上吧俾你眼神麻煩這我讀到那邊我想到這個啊那俾你比你啦小開口的走啊小開口的一個地床要唔要按下盲轉嚇？唉，根本哦，又愛破紀錄咧。嘛嘅破紀錄啊嚇！幾下係越來越暗轉呀？佢哦，佢浪費時間啊！嘛嘅浪費時間？冇啦，太子，你哦唔是少啦，按太嘅人哦，自家會轉啦嚇。太子啊，結春哦，你啷係聽書好冇啊？係想去信我咧，難死嘛咧！拜託啊！夾佢去衰啦！什麼嘢？阿珍啊，真歹勢哦，今日牛奶茶哦，同我看說，哈哈。阿媽姨，俺樣是親好咧，對俺好，係俺有咧麻煩去講錯。我做人講，
今暝日同聽說，天公爺準備隻房間咯，整理好搬轉啊。係啊。你喺咧忙啥咧？阿珍啊，我看下書包就挺靈通哦，所以抄得暗號啊。冇啦，其實吼，我結婚之前識學過啦。哦，唔識學過啊？哦，咁唔學過抄出暗會，咁當初有冇行呢條線咯？其實吼，我沒有想過呢個問題。我唱寫是前來做菜，不過你也問過哦，佢反對。佢反對啊？做什麼前途啊？你嚟當下點做唔得幾好啊？好啊，阿媽姨，跟前兩人喺講啦。咁等下你到吼，帶你啊，阿弟啊說，我一張要3萬半好冇？哎呀，用做得哦。嫌得少呀，冇阿哥加本啦。唔係啦，阿媽姨，你對我好，又很收留我，愛相愛，我到了做本的事情過嘅啊，我用做得人嘢錢哦。哎呦，莫講啦，講實在，人家啲你也檢點，真係同家人用啥固定，我嚟人家蠻看到啊，我啲因為啲台北，啊卡散些啊，做麼叫佢無可當做人天數，我其實我當初就想我請上人嘅嘛。唔過。我小吼，我手腳就冇靈通呢。冇，你搭尾吼，人家開視聽，忙動手，加兩年就說嘞，啊。媽姨，是夢兒啦，我感覺吼，我運氣是才當好。我要去養養福氣，這樣才能到唔到你搭尾，怎麼？隨便哦，講係冇咁錯啦。阿媽姨哦，一家夢兒吼，心肝全當好。出外人啊，同樣一天數，怎麼係冇？啊，用我都係講我冇按備胎啦。好嘞，他做得順哈。你先說，我嚟關電風。好。你從來就唔是安樣啊！發生乜事情咯？有冇事就識得按追咯？一天是哦，佢中意嘅咯，我中意佢。乜個時節談戀愛有唔掂咯？對方乜嘢？就會幾雜哦。家子，冇再講嘅啊！對方嘅問人哦，冇重要啦，況且哦，已經非常愛。咁你做唔得，是按多久啊？阿妹，識你啦，我保證哦，冇下一擺。好嘞啦，醫生神啦，今暝啊，我唔使上班嘅啦，好好休息嘅對冇？哦。我就老佢講，冇浪費時間咧，佢都唔通嘅。你做啲的騙你冇注意佢啊？咁你啲事情又冇講咯，人家就咪想着辦法，係冇？係啊。哎呦，阿妹，你都冇關佢嘅啦。阿廠會就啦，阿妍妍啦，公義啦，你三十冇講阿做得係哦。阿妹，感情嘅事哦，旁邊嘅人哦係無法度聽書嘅。迄個一聽書哦，太子用無本幾張人後面識看呢。
攞唔出嚟，我要去學教。我先去摸下咧。阿珍，还是哦，不看小花哈。青山流水何处去？重逢难依旧不移。千里眺望故乡河，悠然的样，初恋为爱你。中夜抚琴也渐起，如是故人须拥起。青山下攀爬高帆，你也潇湘，无言又抚平。玉发将要飞向天，往事隐隐在中间。山歌一曲难唱多。